新竹虽然有科学园区，不过长期以来所爱面对人口、产业、文化发展无瓶颈的情形。政府大厦为着要协助新竹地区的发展，出因家己的特色，而且来透过这计划呢，派学生到地方参地方团队做伙来讨论，推动社区的发展。新竹县关西镇正家壁的面积12公顷，一年产量约1000公斤。过去因为环境关系，农民常常无法度确定当时才是采收咖啡豆仔上好的时间。即马透过清华大学的 AI 技术来检测咖啡的发芽程度，帮助农民种出好咖啡。我们知道说哪个时候该施肥了，哪个时候该浇水了，或者说哪个时候我们在后置的时候，它发酵到哪一个程度，我是不是要进入下一步了？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帮助，让我们这个产区的那个整个风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，就不会有到咖啡过发或是发酵不够。为了落实大学的社会责任，清华大学区域创新中心的团队迈到新竹县市各乡镇，透过讨论以及亲身参与，来帮助在地民众找出地方特色，强化跟在地连接。大学社会责任计划，那他其实那个想法就是说，今天大学不应该只是在大学里面，而是他应该走入社会，然后去帮助他们。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，可以把在地的产业，然后在地的生活，其实同时把它支撑起来。根据不同系所的专业、不同老师、不同学生的专业，那我们去对接不同场域它的特性、文化、产业、风土民情和背景。那我们透过这样子去找到最好的解方，然后希望可以让整个新竹县市有一个更加完整的发展。创新中心团队举办成果展览。现场邀请乡镇代表，大家把做伙来签大新竹地方创新行动宣言，希望透过计划，甲学校的资源甲地方分享，帮助大新竹发展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